來繼續來看立法院長韓國瑜甲行政院長杜英泰，因為行政院無愛復述這件代志，在面冊交戰。不過杜英泰昨個口氣突然間放軟，話話講要甲行政院甲立法院的距離填互我。杜院長講，雙方對憲法的認知無共款，嘛會當好好啊講。縫合一下行政立法兩院之間的距離，把大家對於憲法認知上的不同，把它縫合起來。出席文化部的活動，不過行政院長杜英泰講這話，好親像是要講給無在場的立法院長韓國瑜聽的。18半暝，行政立法兩院的院長為了行政院無要復述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未來考作條例甲有線電視廣播法底下筆戰，依照平面媒體的報輕視總統府第17發函予立法院，表示總統府公告法律後，為了避免違憲行政院依復述權決定無要復述，和韓國瑜真不滿。這是史上第一招，從來沒有總統會代替行政院長來決定不復述，所以這到底是賴清德總統的意思，還是行政院的意思？是不是行政院長就是賴清德總統的傀儡？憲政分治、權力分立的精神，這些界限完全都給踩碎，真正讓憲法的哥吉拉持續橫衝直撞的，就是他意識垂下的立法院。朝野立委繼續咧交鋒兩院之間的比順，第二來恐驚嘛是天未暗。